日人在地前，台中火车站是台湾唯一3台东长的车头，为了庆祝建站120周年啦，特别规个老火车头甲台中站呢，掠去展示。 CK1岁的老火车豆豆进站，庆祝建站120周年，这个重要的记录。刚好，本来我们的课程里面就已经把台中火车站3代站都介绍过一圈，刚好遇到今年台中火车站120岁的生日哦，所以决定做一个乐业国小蒸汽火车回娘家的快闪活动，对不对？对。 台中火车头自1905年开始启用，是台湾唯一3台做伙火车头。这届庆祝120周年，除了有纪念商品以外，还有不少活动。一直随着台中的发展，一起走过了这段120年的历史，所以这里是一个很有文化、很有 人情的一个生活中心。台中车头表示，6月铁路节还有真侪系列活动，邀请大家做伙来挖掘这项珍贵的文化资产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